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莊烈福。好，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5月1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五。好啦，我哋嚟到五一假期啦。好啦，我哋繼續嚟到五一假期。好啦，我哋繼續同大家揭露香港嘅最新局勢噶。好啦，今日一連幾節啊，Tony都會同大家係詳細係獨家披露噶。嗱，咁當然啦。佢所收到嘅消息，佢當然都有好詳細同我講啦。恐怕而家香港一部分嘅官員政府嘅內部其實應該已經係響晒機噶啦。好啦，咁我哋當然要同大家係詳細拆解。好啦，今節就要講係李家超啦。可能會有聽眾或者係其他香港人可能問。點解呢？好似你哋講呢個話題嗰陣時，總係圍繞住呢一個叫鄧李楊集團啊，硬係都係鄧炳強仲有李家超。好啦，咁可能有個錯覺以為我哋針對佢哋。搞清楚先。首先我哋做呢個節目，做時事節目冇針對邊個，係李家超同鄧炳強針對香港人。好啦，佢哋唔單止針對香港人。佢哋仲針對好多人，包括香港大量嘅藍絲，佢哋都唔放過。咁所以啦，你與其話我哋係講佢哋，不如話佢兩個從來都冇反省過自己嘅行為，佢哋將自己逼埋牆角。咁點解硬係好似陳國基冇份呢？好簡單，就係因為陳國基真係冇乜份啊嘛。即係除咗出嚟講兩句抽水之外，大多數嗰啲案件都唔係陳國基主導。抽水同主導啲案件係兩件事嚟噶。尤其是係政府裏邊嘅內部，佢哋更加知道到底邊個係所謂林鄭所講嘅始作俑者噶。咁所以啦，根本就冇得掩蓋。其實一句講到尾，之所以喺呢兩位人士係最核心，就係因為呢兩位人士都係差佬。而佢哋根本根深蒂固，因為2019年所發生嘅事，就鎖定咗全香港所有人都係敵人嚟噶。包括所謂嘅藍絲，喺佢哋嘅心目中全部都係敵人。逢係市民唔係差佬就係敵人嚟噶啦。呢個就叫做對立面嘅製造啦。我昨天喺其中一節同大家講對立面，佢哋內心有部高牆噶。就係覺得我哋係差佬，其他人係其他人。佢於是係界定咗自己嘅防線。因此啦，往後李家超所做嘅每一件事都用呢一種思維嚟出發噶。佢係差佬，其他人唔係差佬。而家係我係差佬，我話事。所以你要聽我講。好啦，所以啦，到最終點解北京會對香港有意見？就係因為簡單啲嚟講，北京其實好多嘢真係放手係唔理噶。直至香港越爆越多大鑊。爆咗咁多大鑊，想唔理都唔得。唔係講笑啦，宏福苑大火真係致命一擊嚟噶。我哋完全係冇睇錯。好啦，咁政府裏邊又如何呢？其實喺政府裏邊，我哋已經同大家係分析過噶啦。絕大多數嗰個叫做政務官出身嘅官員啊，係肯定係冇可能睇得順呢一個係李家超噶啦。因為李家超其實係非常之自我膨脹噶。好啦。有好多人誤會呢個李家超，以為李家超就係一個人肉錄音機，目無表情。但係實際上絕對唔係。實際上李家超就喺度擦鞋嗰陣時，有機會見到國家領導人就擦鞋擦到眉飛色舞噶。當佢俾人照肺嗰陣時，就口黑面黑。大家仲記唔記得？有一次佢拎住拐杖行入呢個偽立法會噶。好啦，當時就已經。就係流傳佢係要腳痛落台噶啦。佢當時話經痛，坐骨神經痛。好啦，後來又當冇事。咁所以而家大家睇翻轉頭，即係話其實中方官員對佢有意見，絕對唔係係第一天發生嘅事嚟噶啦，而係由來已久。好啦，如果大家睇翻過去呢5個月所發生嘅事情，就咁數落好快就快半年啦。宏福苑大火到而家。咁香港政府李家超所做嘅嘢基本上亦都可以用不知所謂嚟形容噶。好啦，要查明真相，死拖難拖，賴晒落去係政府嘅部門，佢仍然係用緊係最低嗰一種手段，就希望
係有前線公務員係孭晒呢隻大鑊。我真係一早就話俾你知，呢件事係冇可能噶啦。佢能夠做嘅呢，就係最低限度，起碼要呢係交出係幾個局嘅局長先至有機會係踢得甩自己呢嗰份責任。好啦，但係呢，李家超繼續呢喺度死拖爛拖，當冇事發生。咁所以呢，港澳辦呢一講再講，叫你做嘢唔好再拖住，要有落實嘅計劃，詳細嘅內容，唔係重複夏寶龍講嘢啊。咁李家超過去呢幾年喺度做緊乜呢？真係一句講晒，就係叫做呢自我係陶醉，喺度呢真係叫做用翻網民嘅用語叫做呢係打晒飛機。因為呢，佢仍然呢陶醉緊自己，就係當差做到呢係特首呢個位。好啦，覺得自己呢好叻，超過咗呢好多呢係官員噶。咁當然的而且確佢做咗特首，的而且確令到好多係原本都想競爭做特首嘅人係跌晒眼鏡。佢呢就覺得好爽。所以啦，其實李家超呢甚至乎係目中無人到呢係連前特首都唔放在眼內。例如林鄭唔好講啦，林鄭因為呢始終都係邊緣化。好啦，梁振英呢仲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嚟噶。即係話呢，西環呢都一定要呢俾面梁振英。例如呢喺酒會，春茗亦都要邀請呢梁振英呢出席。好啦，但係李家超呢係完全唔放呢梁振英在眼內噶。好啦，真係呢係叫做鬥到呢出晒面噶。咁因此啦，大家呢可以想象下，呢一個呢李家超個輩分其實低過梁振英呢係相當多。好啦，建制派仲有呢共產黨要論資排輩。好啦，你忽然之間呢就係俾人欽點做咗特首，唔代表你個輩分呢向前提升咗3格噶。所以呢，其實翻去呢嗰個叫做根本噶。有好多人呢就係覺得我自己有權力啦，有地位就唔需要理人。咁唔該啦，你哋成日都話自己係中國人。咁你有冇讀過中國文化科呢？有冇讀中國歷史科呢？咁教咗你咩故事呢？其實嚟嚟去去講啲故事都差唔多噶啦。講謙遜仁義禮智孝基本上其實講嚟講去都講呢啲啦。好啦，先唔講個道理啱唔啱先，講一個功能性啲嘅嘢啦。咁點解做咗上述所講嗰啲行為謙遜戴假面具都唔緊要，我當你戴假面具啦。咁點解有用先？個好簡單嘅原因就係因為冇咁得罪人啊嘛。可能呢都係唔中意你噶啦，不過呢覺得你都叫做戴個面具戴得幾好，又或者呢聽落都順意。人就好得意嘅，人呢絕大多數嘅時候都係情緒主導。所以點解我喺呢個節目會同大家呢討論呢個問題？當你呢係情緒主導咗你嘅係思考，你呢一定係會判斷係錯誤，而往後你一定會為呢你當日嘅決定呢係後悔。好簡單啦，即係例如你喺街度同人爭執，忍唔住喐手，多數都係呢所謂叫做一時衝動。咁點解會有一時衝動啊？就係情緒係主導，多數根本嗰個人都唔認識噶啦。好啦，咁辦公室同官場又如何呢？都係一樣。多數其實你同對方都冇乜過節，但係可能呢，因為對方出言不遜你覺得佢串親你你就好唔妥佢要想盡辦法同佢呢鬥到底。咁所以點解你話對人講嘢呢客氣啲有用？咁所以最好最高階咁梗係你從內心係咁樣發出嚟啦。你真係個人係真係謙遜，你自然就唔係做緊戲噶啦，自然呢就唔會行錯。奈何喺香港搞鬥爭、搞做盡壞事而上位嘅人，有冇可能會有謙遜呢一樣嘢呢？基本上都冇乜可能。好啦，到最終大多數人呢都係俾自我膨脹呢徹底呢吞噬。大家呢可以參考下呢香港嘅成功嘅商人嘅例子噶，例如呢一個呢李超人咁李嘉誠呢就係出晒名喺香港超級巨富，但係呢同佢有個接觸嘅人呢都話呢個李嘉誠呢係非常之客氣，甚至乎呢會送到去門口。好啦，咁所以啦，真係叫高下立見噶。呢個呢亦都直接解釋到點解有消息呢流出嚟，佢哋有事嗰陣時，點解呢？你可以話係一面倒呢係落井投石啊！好啦，我哋今節同大家係揭露到呢一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撳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啦。
亦都請繼續打開本台嘅節目清單，繼續欣賞播放。我哋今次時間同大家係講到呢一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藉住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